Hello，各位好，我係 Lemmy。未睇影片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嘅 YouTube 頻道，訂閱、按讚同埋分享。嚟緊一有筍盤，即刻送上，多謝晒大家。參觀呢個奧雲峰691尺三房圖，我哋睇到廚房呢，其實業主已經大翻新過㗎啦。由廚房行翻出嚟，飯廳、客廳分明。牆身亦都有足夠嘅位置擺到3座位梳化，連接住38尺露台，望翻嘅景觀就係向南望到維港煙花加海景嘅。前面就係長龍灣。由呢個露台，我哋再行翻出嚟客廳，電視機牆其實都好寬敞嘅。走入嚟走廊位置，望到客廁，原裝發展商收留標準，使用整潔。第一間客房寬敞，擺到床之餘，亦都可以擺到衣櫃加書台。景觀呢就廳房同向㗎啦。第二間客房與第一間客房相若，面積感覺亦都係寬敞嘅。望返嘅景觀都係望到海景。最後我哋參觀主人房套廁，洗手間係名廁設計，原裝發展商收留標準，側邊仲有個凹位可以做大衣櫃。呢個單位位處單邊，所以主人房呢其實可以享有維港煙花海景之餘，亦都可以望到體育園煙花景。如果對呢個單位興趣，可以聯絡返我哋志高物業。多謝晒。